為釐清外界疑慮，台南市長黃偉哲今日一透早特別拜會台糖油品事業部執行長林信志，了解台糖公司業務。林信志說明，油品事業部負責經營台糖加油站，販售的攏是汽油、柴油，強調油品來源攏是來自中油。甲食用油業務毫無關聯。至於食用油業務，這是由為佇咧高雄小港的台糖砂糖事業部負責。我們油品事業部經營的項目就是加油站業務啊，販售的品項就是汽油跟柴油。這個看一下哈，這是我們加油站的那個經營許可執照。你們油品事業部內部賣汽油時，那個油是什麼？就是跟中油拿的那個汽車用的燃料，不是食用油，不是食用油。了解實際業務後，黃偉哲考察表示，此油非彼油，經直言食用油跟汽油傻分不清。此油非彼油，食用油跟汽油傻分不清。我們今天台中市政府告訴說，這個台南中油這個台糖的油品事業部是在台南，所以台南應該去查。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看一看油品事業部到底是賣什麼油。那所以說，這個也希望說，各地方政府之間大家彼此對於食安應該是協同的，應該是互相幫忙的，而不是互相這個用錯誤的資訊來誤導對方的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中聯公司在台中生產的產品屬於原料半成品，也要建立食品流通，也要提供食品使用，因此依法不屬於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相關通報規定。除此以外，台糖總公司雖然設在台南，但也並非自治條例規範通報對象。不過，市府基於食品安全把關原則，已經在3日主動派員前往台糖總公司訪查，了解原料管理和作業流程，持續守護民眾食安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